才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真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乱地。离开你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淡落大海。伊只不过是一个落魄失志的书生，对我来讲，伊是一个无路用的人。伊袂输，敢若是只狗遐，只要我轻轻啊动一下，伊就一命呜呼啊！迄是爱看是啥物狗兄，若是有毒的红狗兄，你还袂甲伊惹死，伊就先教你，安尼毋是真麻烦？你现在要太去，因为我无想要互伊知影真相。真相到底是咧讲啥？讲到真相，大将军，你即摆死了真冤枉，为着无要互你死了不明不白。我老实甲你讲，真前你咧怀疑有人篡改诏书，有人假报军情，有人恶意陷害。你敢知影迄个人就是我？原来是你，高宏达，我以手足之情对待，以共生死之心相对，你竟然做出这么卑鄙的代志！你是安怎要陷害我？是安怎要陷害我？我无害死你，免哪会当爬起来？免哪会当做掌握重兵大权的镇南大将军？哈哈哈哈！镇南大将军，高宏达，你笑想要做镇南大将军？你予我真痛心，你知无？你家己想看卖。迄当年你落魄的时阵，是虾米人收留你？虾米人看惜你？虾米人栽培你？是我何省你啊！你今仔日竟然稳将相报，你今仔日竟然敢陷害我！我何省你真甲你讲，我死并无可惜。你甲我听详细，我死了后，一定有人为我报仇，为我洗清冤情。若你高宏达，对你做受到最严厉的报应，我敢待你，都唔惊报应。迄书剑袍交予连生，伊绝对袂对我有任何的怀疑，而且也阁有感恩之心。伊会感觉我将因阿弟啊迄束剑袍当作至宝，珍惜遐尼多年。将军，这是你的想法。伫个世间，万项代志拢有可能。亲像你啦，你是代理国皇族的后代，国破家亡以后，你阁会当做镇南大将军，也阁有伫个马祖庙，迄个行医救人的立法者，看起来普通平凡，敢若会晓医术。你哪会知影？
伊是遐尔啊高深莫测，所以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任何代志拢爱小心，为你的代志爱斩草除根。我了解。卫兵改变心眼，我看只好用正柄术。哪安尼啊？那动了诶！刚刚我手机念唔着去啊，奇怪。遐尼济兵哦！但是哇，但是我是啥物时阵啊？我想要放了。袂用诶！清清年头就有三界，这就对啊！清清年头就有三界，应用你到混水的，一界3万人莫测。行路无爱无底，但是无食饭哦。你甲恁爸较注意，无就罚你去上便所。是。副长，你的兄仔哪会搞这？哎呀，啊你别管啥地你管。煞唔知影即马流去，啊你也看了介意，袂晓家己去买。等，去上便所。是。秀莲姑娘，秋英，你是安怎入来的？这无重要啦，重要是我真正做不忍心你受这样的折磨，我来替你做啦。我来好。唔免啦，你紧走，若是有人看到你的无名，我咪出代志。袂啦，袂有代志啦，我来就好。来，你休困一下，你休困一下吼。我来就好，我来就好。哇，是讲你一工爱无偌济啊10斗，啊，毋过今仔无的是豆啊。是要做豆腐用的，所以我爱赶工，啊，若无搭食变酸。？10斗啊？放心啦，有我伫的吼，100斗都袂要紧啦。哇，这个石花这么重哦，这对一个查某人来讲，一工5斗就做到半小时啊，而且佫是你这么啊软弱，10斗哦。谢你这么关心我，请不担心你无来服务，因对我这么好，我是用这点做报答你。你讲啥？后天生有来看你？伊人真好，也真关心我。对啦，何天生小可有读一寡册啦，吼，勉强算一个孝子啦，嘛算缘投啦。也毋过吼，你毋通就是我敢若晓武功尔呢，我嘛读过册呢，我嘛会晓吟诗作对呢，无咧相信对无？无我吟一个诗互你听者吼，你咧磨豆啊做豆腐嘛，啊无就吟一个甲豆腐有关的吼，我寄2部啊。有啊，听好吼，豆腐亲像一块肉。秀莲嘛是一块肉，安尼就2块肉。爱秀莲无爱豆腐，哇！赞！你看有讲到你嘛，有讲到我，吼，安尼我安尼算我真厉害吼，文采袂歹吼。你像，安尼就是同意啊，对无吼？我甲你讲，文武双全无遐尔啊简单啦，我拄啊有。秋英，虽然你用的诗句无啥顺，啊，毋过我是认为你有淡薄文采。有啦，唔那安尼哦，即马开始要点功夫，踮喺边仔看，吼，我来替你磨，吼，嘿。
对啊，哪会呢？迄什么味啊？我是什么代志啊？我有臭的大味啊！哎呀，别讲了，紧别起来！你放心啊，我什么人拢唔惊啦。我拜托你，莫给我添麻烦，紧啊！哎呦，哎，这是要叫你做豆腐呢？啊，你家用干那喷的，是要有底价哈？我今仔日吼一定要教死你啦！无教死我叫无叫批判。咱两个同款拢是歹命人啊！啊拍你，我心肝嘛是会疼啊！啊，这件煞煞去啊！你过来帮我抓铃啦！哎呦，啊你是无食饭哈？抓啊一点感觉都无！啊，免，抓骹。头前。卡遐尼糟，连我遮都骗得着啊！吼，真正是挡袂掉啊！你搁敢叫我的手连替你抓骹，你真正是土皮疼。哎呸！这是啥？哦，秀兰，你先甲我变啊！我定教死你啊！气死我你！哦。有啥物问题？啊，又找无翁仔呢？哦，啊，今仔膏药啊！我找不到，这明明是爱我的命。秀莲，我来就好啊啦。唔免啦，我惊你搁会惹麻烦。哦，免啦，我这个会真细致，吼，真认真，吼，我来就好啦。唔免啦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你紧走啦。不要紧啦，我来啦。唔免啦，我拜托你紧走，就是甲我斗相共啊，好，紧走。好，我听你的吼，我这个来啦吼。水啊！哎，臭爷，你看，哇，这是我用感情、上诚心的心吼去画出来，就算每一天袂当看到伊的人，看这幅图，我足满足的呀，足水的。哦，哇，这你画的哦，哇，唔正搞不搞画呢？哎呦，水呢？哦，唔那水，搁神呢？哇！你甲看，这个琵琶嘴哦，有够神的啦！啊，你是咧画啥啊？你就是无开机，唔则看袂出来，敢看无？当然是我心内上喜的人，月英姑娘。你讲这是啥？月英姑娘。月英哦，你要死啊啦！你唔知月英哦，迄个人哦，歹噗噗啊！正查某好爸母哦，伊若是看到你甲伊画甲这哩啊歹吼，你敢知伊安嘛？安怎？伊会吼，甲你拍两个嘴巴啦，无要紧。就算有甲你心爱的人、介意的人，把两嘴巴算啥？人咧讲，拍是情，骂是爱，莫讲两个嘴巴，十个就甘愿咯。哈！水，哎，太水了，是千里啊！
你即马头壳是真正有问题啊啦！我甲你讲，莫怪啦，人伫咧讲吼，自古多情空为分。唔对啦，经理啊，小醒者，小醒者啦！你爱知呢，伊根本无甲你看伫咧眼内，你是咧大伤心，你醒者啦，醒者啦！嘿，拍掉，我爱精神，你唔知煞醒者啦？唔知啥物人吼，甲娘娘林武放一边，走去将军府内面看啥物秀莲，想要共斗相共，结果去用唬出来。吼，做你兄弟我真正是见笑呸！你是咧配啥？是咧见笑啥啦？娘娘讲我有爱心，哦，安尼我来共斗相共，是有啥物唔对啊？而且哦，秀莲这个查某囝真正甲别个查某囝拢无共款，哇，甲我会下，真正会下呢。你若真正有法度吼，你着照娘娘意思去甲任务完成，找着佛陀舍利子，两国免战争，解救百姓，顺便甲你心爱的人秀莲救出来，安尼你着真正赞。我听你无？操！莫叫我大声啦！你，哎，莫阁讲啊秀莲啊啦！你讲到秀莲，我想到伊即马伫遐叫安尼苦动，做苦工，哦，我心肝头足艰苦的。曹兄，娘娘讲过，情海千尺浪，苦海万丈波。求你不得是苦，求得了后嘛无一定我都离苦。拜托你啊悟着，好。陈丽讲了无对，尤其恁即马拢有成家，人心相恋是真歹有结果的，所以恁千万唔通心袂离苦。啊娘娘，那毋过你以前嘛捌讲过啊，天地有情，人间有爱，咱若会当加付出一寡爱心，这个世间就会更较温暖、更加祥和啊。顺风，你理解唔到我的意思。我所谓的爱，就是讲爱慈悲无私，唔是男女事情。敢讲你袂记啊？当初是小龙女去爱着三王子，安怎下着？恁应该清清楚楚。所以我希望恁伫咧修行这条路，爱下言修心，随处用心，救赎人心。听得无啦？有啦。雪姬，这么晚你还搁咧练功？因为我要讨回律师，我就唔相信迄个林公主这么厉害，我会当破解伊替秀莲加持的功力，这就表示我有办法对付伊。原来你是顶回输了不甘心，所以即马加强武功要来对付伊。不过雪姬，你都爱记，林公主有答应要替咱找回宝物，假使你若是出手去伤着伊，敢是颠倒误着大事？哼，顶摆我会输伊，迄是我想待。即摆我若会当制服伊，就表示我的法律比伊较强。若是安尼，要甲古堡找转来，根本就唔免用甲伊，嘛会当趁这个时阵甲伊除掉，较免以后破坏咱的复国计划啊！无唔对，只要你认为是对的，做你尽量去做。我一定相信你的判断是正确的。自卖
苏兄，一心想要切断对我的情，对无？我天涯海角，找找你几多年，结果听到你已经嫁人，我日日夜夜思念你。雪姬即摆已经是我镇南大将军的夫人。你快点！想袂到你竟然用北方不海酒来破解我的收金魔法。哪通你心已经？祝福相互念，无不得其备。略种种定路，该束付清净。是姑娘，看无当多年四句咒语，不怪。你快点！想袂到你竟然用北方不海酒来破解我的收金魔法。雪姬，受真应该是受心，不在受刑。你身形如梦，当然无法度对抗正道北方不海酒，但愿你会当伫咧沉沦的迷踪当中觉醒，拄起魔性，移入正道。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。我唔认输，我绝对唔认输。只要我找到夏丽珠，我一定要把林公主的原形毁掉。将将将魂最干涉，挥戈报国犹为民，好气点，代代相传，富贵平生，有功于天下，有传应汉朝。奶奶，我免哪有这种的功力嘞？这边哪有可能？这哪有可能呢？伊竟然凊彩用一支手机就会当甲石头割互嘴，想袂到这个软正书生，竟然是一个青藏不露的高手。莫怪大将军交代，一定要将伊除掉。你确实有个才识，千金万确，绝对无唔对。你有亲目看到伊死，启平大将军，伊身中两支飞刀，而且这两支飞刀如果是雪姬夫人施过法宝的刀，就准讲是大罗神仙，嘛无法度活命。安尼好。
何天生，这就是你的命啦。这怪不得别人。不过，恁阿弟仔在天之灵一定真孤单。既然你是孝子，就互你去陪在伊的身边，安尼不是真好吗？讲甲遐尼好听，要替恁阿弟仔洗清冤屈，要替伊报仇，结果咧，壮志未达，煞生死，这叫做自找麻烦嘛！启勇，大将军，何天生是个人之主，咱一定都要安排休总，针对调治，才不用起怀疑。大将军放心，老将一定会处理好势，绝对袂让任何人怀疑。后患已除，我心宽安呐！天星，阿兄，阿兄，天星，阿兄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阿兄，天星，天星，阿兄，天星，天星，天星，阿兄，天星，天星，天星，阿兄，天星，你有代志？天星。阿兄，我拄则真正掠准你去死啊！到底是啥下毒手？我唔知影，拄则我就感觉有人对我射飞镖，然后我就昏去啊。下天下地，我刚才你无代志，一定是你阿爹在天之灵保庇你。哎呦，笑诶！哦，我笑的人就会大衰嘞！走了，走了！小宝贝，快死！快放！真是啊，真是啊！我你可怜，我跟你计较，我愈来愈嚣摆啊！啪！真杀死我！就可能唔买嗰个拍啦！就可能唔买嗰个拍啦！我呢个代志啦！拍互伊死，笑的哦惊拍，拍到哦伊后摆就袂起笑。拍啦！对啦，那个怕啦！对，阿公，卖吧！阿弥陀佛，现在，两位施主，拍人是恶业，宽容是善行，拜托，莫搁甲拍我。啊，恁出家人食菜念经就好啊，莫管这样事啦。阿弥陀佛，看两位施主安尼气喘喘，可能拍了无够开。安尼啦，我代替伊，互恁拍。拍你，你当作阮笑的哦？我甲你也无冤无仇啊，拍你要创啥？啊，既然是安尼，请教两位施主，伊甲恁有啥物冤仇？他着出手遮尔重，拍甲遮严重咧。啊，袂甲你啰嗦啊啦，规条阮开嘛出了够啊啦，来走啦！阿弥陀佛，现在。阿公，来，有好咧，我要紧就好啦，你要紧就好啊。看起来无啥物内伤啦，既然就无要紧咯，看你这内口，我看你玩得枵啊，行，来食饭，好，来。好，我莫甲你讲，
来吃饭，要咕噜咕噜，吃饭。奇怪，包内底到底是什么珍贵的宝物？看也未看呢，参吸都未吸呢。看来你咧画莲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红岸树高旁，小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着。奇怪，我都无甲人结冤仇，是安怎有人要害我？安尼啊，这战袍内面免有这个同心丸。这是我同意。亲像做互你若听的，这是表示咱阿某共心。伊人虽然伫战场，不过咱阿某是心连心，代表伊对我的思念、关心，这个同心感也是好幸福。阿娘，这一言无买金丝是啥物？迄是天神金丝甲，是咱好家的传家之宝。你若惊要去出征的时阵，我真心也天去你。是只要保不好心，我才无死。安尼啊，原来是你对阿爹忠贞的情义，还有阿爹用力的庇护我。天生，既然有人会对你下手，都有真可能搁再发生。你千万要细腻呢。安尼啊，你放心，我家己会较注意的。有人要杀我阿兄，这件代志，陪伊干那靠烧香，求妈祖保庇，安尼也是无妥当。一定要请高手出来，保护我阿兄抓到凶手。啊，毋过，干那靠这两块草仔粿，就要叫人冒性命的危险做保全，甲歹人请病，安尼敢会？不管啦，一定要请伊出马就对啊！哦，奇怪，那遮热吼，我出去一支百里兄，清风兄，怪英。百里兄，清风兄，你辛苦啊！会使吼，会使。嘿啦，那辛苦，袂啦袂啦。恁为着要解除百姓的痛苦，大工伫遮炼药报喜，我看了实在是足感动的。来啦，先休困一下，食一个啊，我亲手做的炒粿哈。有物件通咱食呢？来啦！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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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谢多谢哈。慢点慢点慢点。我感觉有问题呢。平常时啊，原因咱咧车袂敢若好爸母，其他人来遮尔妖娇，遮尔温柔，我要摕这互咱食。唔对，这可能袂食。我计有毒。有毒？袂食的哦。莫食。我甲你食，你别想看卖咧。人好心摕物件来我食，你搁讲嫌，对你好唔知影报。我甲你食。万里兄，清风兄伊哪会不爱食？哦，食饱啦。看伊巴肚遮尔大嘛知，食饱啦。我食得啊。
那你遐，万丽，你是安怎？啊！看你的面相，我就知影中毒啊吼！我就甲你讲，这个人摕来的物件，真正袂使甲相信。你看中毒吼，紧吐出来，紧吐出来！足艰苦的，我知啦，紧吐出来啦！怎么食的啦？哦，你看目屎拢流来，这炒粿好食到，我足感动的，唔知要用啥物话来个表示呢？最好食。好食，你甲真笑的吼，小拄会着啦。乖呀，这条好食，这条好食。唔免啦，这是人专工做来互你食的。专工的啊？哎，有听到无？专工做我请的，所以吼，叫请我去顺出来啦吼。土嘴，来，这一半你，吼，人讲吼，一人一半，感情较会爽。这是啥啊？哦嘿，这是啥啊？拜托你啊，海水姐，拜托。哦，这张图吼是万里吼用心、用时间、用性命落去画。摆，哪会生到这尔摆？歹吼，哎呦，我真正足罕咧听的，有人一直讲家己歹啦。你咧讲啥？这幅图就是画你啊。我哪有这摆？我哪有这摆啦？这个改水姐，拜托改水姐。万姑娘啊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其实吼，你伫咧万里的心目中吼，都是生做这款的啊。拜托，你是讲什么？你是要讲什么？你是讲为了要叫我的叫无？对啦，安尼就对啦。万姑娘，你的个性安尼我较习惯啦，哎呀。拜托你，你个俩听啥？你我拜托。我讲，歹势啦，我较袂晓画啦，卖搞救啦你。不过你伫我心目中吼是上水的，天顶啊、环境啊，都无人甲你比，才水的。你要死啊？甲我画怎安尼？佮讲我水甲天上凡间，无人会当甲我比。拜托，改水一个啦。姑娘啊，莫生气啦。其实讲真实的，这个万里吼，真正是欠人教示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继续啦。陪用的甲伊避面，无猜我做几样袂差过。这问啊，你来到这到底有什么代志啊？为了要救阮阿兄。是啊，有人要杀恁阿兄哦。对。是啥？唔知。唔知无要紧，有阵哦，我万你弟哦，什么代志，拢唔是问题。好，我来解决，无问题。好。万丽啊，有你弟，什么问题拢会当解决对无？对，无问题。哇，也毋过现主时，我感觉有一个大问题，咱爱解决呢。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恁敢有闻到什么味啊？臭味大味。哎，敢若是哦。哎，我当啥都无。别！哎呦，我想拍呀啦，你要想几摆啦？我先讲你话，你唔通看万里吼，安尼空空呆呆吼，伊人真好，真善良吼，所以讲吼，我讲你千万吼，唔通欺骗伊的感情哦。
马祖娘娘，囡仔，迄青的米糊是要哪食？食到到底，你会歹腹肚哦。我主要的，我已经无法度管遮尔济啊。马祖娘娘，你闻声求苦，你是毋是听到秀兰祈求你的声？马祖娘娘，你大慈大悲，我请你救阮刚刚。阮感觉虽然有较瘦，啊，毋过无做过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是安怎阮感觉下场会遮尔凄惨？阮阿娘伫着怪病，疼连累阮，都该伫求死。阮阿爹去用陷害，即摆下落不明。我即摆伫遮做查某囡仔，嘛无法度照顾我遮尔细汉的小弟。若毋是为着阮阿爹甲阮小弟，我真正伤心要去找阮阿娘。我做娘娘，我真正足痛苦的。我无一个快乐个活伫这个世界上啊！我真正无想要搁活落去啊！一只狗仔都爱死命，何况你是人？下得人心是你的福报，会伫这个世间吃苦，是佛祖爱你伫个人世间修行。你心肝这么良善，好的部分还未显现。是因为因还未到，你即摆不如是歹的因已经现形啊。因是一粒种子哦，是的。假使讲，你若是想袂开，想要结束你的寿命。那安尼，你后世人同款爱来吃苦，所以你即马就爱吃苦了苦，才会苦尽甘来。若真正是安尼，我愿意承受。马祖娘娘，是毋是当甲阮感觉所有人的苦难，我一个人来承受？我吃苦了所有人的苦。请你保庇阮阿爹，会当平安回来阮公家，会当甲阮团圆，好不？我知影你是一个有孝的查某囡仔，也毋过个人的业，都爱个人担。假使讲，你阿爹若是一生行善，伊真紧就会倒转来你的生活边。唔免惊，心爱定，爱静，心静则气盛，自然随时随地拢会吉祥如意。千万唔通有无明的风强去束缚着你的心。小人，你的苦还未受尽。假使讲，你若是无在着承受，你爱念四句法言，你的心自然就会定。多谢马祖娘娘点醒，除灭一切邪恶念。
袂一切也污染。心怀善心，归正道。心怀善心，归正道。天地无私必有报，天地无私必有报。菩萨总护善心灵，菩萨总护善心灵。都被一切消污染，心怀善心为净土。天地无私必有报，菩萨总护善心灵，都被一切消污染。心怀善心为净土。阿公诶，歹势啦！我都去化缘化几遍，化也无物件。有啦，尾后有一个去遮看我足可怜的，怎分我一个足重的馒头啦？阿公诶，我奉劝你哦，若要做和尚，千万唔通像我这个汉布底。啊，若无去共化缘的时阵哦，对方三比八，看到我安尼哦，这苦相是食到这福相，哪会肯化缘互我？啊，讲起来是可怜。做人吼，做了袂适拍，连做和尚都做到安尼不得不亲。啊，来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佛祖来保庇，赐我好食面，感恩啊！来，食，食，你咬我。这样一半，感情较袂爽。你紧食，你紧食，你紧食，吃，你吃。小琪，小啊，小啊，啥？你要吃烧鸡烧鸭？小鸡，小啊。哦，好啦。烧鸡就烧鸡，烧鸭就烧鸭啦，哦，紧食。到底是什么贵重的物件？蓝调调，出家人若无头无手，有一点好奇心，应该是无冤家。对啊，啊，既然敢若是无贪念，小我甲偷米一下，应该无要紧。阿公，
小哥，是啊，小哥。不哩当嘞，看迄个男的敢若心肝宝贵，唔敢会比金银财宝还较简单。 看遐咧笑命命，咱条条结果是一个普通的石头。要画到规只的烧鸡甲烧鸭，都要像这种好野人，搁咧做官的，唔才有希望。 阿弥陀佛，什么代志？请施主善心施舍。原来是要化缘啊！都我存一寡饭菜，你小等者哈。我要爱烧鸡甲烧鸭。烧鸡烧鸭，啊你毋是和尚，哪有和尚食肉的？我要爱贵食。你挑工买来乱咪笑？是嘞，我无时间刷你。什么？阿弥陀佛，烧鸡烧鸭是要帮助一个苦命人，请施主善心布施啊！你爱一只烧鸡，一只烧鸭，安尼是毋是该爱甲你打一罐烧酒，互你食一个较澎湃啊？请施主好心施舍。你是啊真皮，我看无甲你好好修理一下，今仔日代志是袂煞。莫生气，莫生气，动怒会伤到你自己。我确实是真正的和尚，而且我讲烧鸡甲烧鸭，要去帮助人，嘛是老实话啊。还阁会晓功夫哦，我看你找死！大将军。 这个假和尚，搁要讨一只烧鸡，一只烧鸭，我看伊来意不善，存心要来找麻烦。请将军善心布施，好厉害！这是失传已久的金刚腿。和尚，暗记啥？我敌无咧，招大师的吩咐，赶紧去传来。大将军，是。 感恩啊！下人无见识，请大师多多见谅见谅。阿弥陀佛，我毋是什么大师，我只是普通的出家人。以将军的身份，请甲我结这个善缘，感恩感恩。啊那安尼，请师傅入大皇帝，为我讲经说道。现在，请。 大师，请用茶。感恩。大师从何处而来？多情也相情之地。大师为何而来啊？和尚来将军府，是为着一件小可大代志。哦，什么代志？要爱一只烧鸡，甲一只烧鸭。 真大胆，竟然敢对将军安尼讲话。看将军欢喜甲安尼，我相信下摆来遮要发现偌济烧鸡甲偌济烧鸭，拢无问题啦吼。烧鸡烧鸭，金银财宝，你开揣着有啊？金银财宝，嘿嘿，也是烧鸡甲一只烧鸭上好。大师武功盖世。 心胸开阔，气度恢宏，世间名利甲金银财宝，当然不在大师的眼内嘛。但是今仔日本将军诚心诚意恳请大师，
这是为强博天下苍生的福利，强救天下百姓的性命。希望大师甲本将军联手合作，强无大师。大师，无毋对。我为着一个苦命的人，走遐尔远的路，搁伫遮等遮久，那我都化缘着一只烧鸡甲一只烧鸭，算起来嘛是咧做大事啊！将军，我的走总加上你的布施，算起来咱已经咧合作做大事啊！唔知好歹会赢回去，我看你有啥物本事。往南想，孤芳寂无定，孤单等，伊我点。师妹，苏兄，哦，原来恁是同盟的师兄妹。无毋对，我已经10几年无见。苏兄，你哪会变成安尼？我已经出家，发好断情。断情？正是变成断情。一心想要切断对我的情，对无？我天涯海角找找你几多年，结果听到你已经嫁人，我生不如死，我日日夜夜的思念你，结果。雪姬即摆已经是我镇南大将军的夫人。阿弥陀佛。如今不管伊是凡夫走卒，也是大将军的夫人，甲我拢完全无关系。因为自我知影伊嫁人了后，我就决心要斩断人世间的男女之情。我出家为僧，云游四海，弘我佛法，济普罗众生。大师，你会用得出去啊？去别位化缘吧。苏兄，苏兄，咱遮尔侪年无见面，我有足侪话想要甲你讲，请你伫咧外口的花园等我一下。苏兄，我求你，这可能是咱这世人最后一摆见面。将军，敢讲你怀疑我对你的爱，对你的忠心？假使将军对我搁咧怀疑，那安尼，我马上离开将军，永远袂搁转来。我怀疑，我变来怀疑你。
我只是嫉妒，我嫉妒你过去有遐尼深的感情。迄是真久以前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阮够少年，搁在讲，遮的代志，嘛已经过去啊。既然已经拢过去啊，那安尼是安怎你搁甲留来？留伊是要替将军效命。师兄，伊伫个少年的时阵，真爱学武，伊一心想要做一个武将。伊即摆已经练成绝世武功，可是伊哪会当留伫个将军的身躯边？安尼将军，敢毋是亲像猛虎添食？到时护国大事就有希望啊！这小鸡一只拢总有50 cm 啦。啥？我讲一遍啦！我讲一遍啦！无啦，是这拢免钱啦。我送无你啦，哎呀，爱死啊！安尼嘛，甲差不多诶。哼。唔对啊！邓老爸哪有可能有鬼？伊无死，伊竟然无死！哎呀！来叫将军知影伊无死，大马该死啊！好天星，今仔日一定好你无命！你想怎跑啊？我甲你讲一个遮大个，你拢无代志。你是安怎要跑啊？啊？你袂听？听？我袂听，也毋过感觉像呢。是讲哦，你免遐摇啦，哦，你搁安怎摇哦都袂分到啦。因为哦，我无可能拍你一棍呀。你当时变到遮厉害？我当时变到遮厉害，我功夫若真正拢练出来哦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哈？啊！你是摇耍未啦？啊！你别甲我拍，我都袂摇啊！我早就无咧甲你拍。你不敢再讲，好我过用啊，可要生气。大老虎！我来啊！你过来啊！太可怕了！哇！好，你讲，迄案是毋是你用飞刀暗杀我阿兄？对，我唔对，讲是毋是你用飞刀要暗杀我？敢有？无咧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真早就讲，
拢无离开将军府一脚步，恁可能进唔着去啊？敢食是嘞？当然有啊，啊无我会当就抓。免就抓，免就抓。是讲哦，你若无要暗杀我的意思，是安怎你拄则个300块，遮尔大粒对我头壳甲我削落去哈？哈，讲到安尼大粒哈，你是咧讲安怎的哈？安尼哦，迄度诶，你会记哩未？顶边你来阮将军府，甲阮大将军拜寿，迄个时阵哦，恁小妹对你边啊，甲我讲个大声声，害我面子都吓了了。所以哦，今仔日啊，看你一个人伫我头前安尼哭哭行啊，机会难得，唔知是要啊，趁这个机会来报一个鸟车湾的，小甲你教死一下。这是安尼车湾的啊，小教死一下哈。啊，你哦真正是哦，报鸟车湾小教死一下，举300块这大了对我头壳甲削落去，啊，唔好在哦，我头壳顶啊，若无好不死我半条命，你知无哈？毋过哦，我拄则去互你两个啊拍到安尼面貌啊，险要死去呢！讲老话呢，人讲哦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看这代志，富啊，真爽啊！你讲准煞就准煞。哪里去？大将军府爷，你唔知死活，讲来就来，讲去就去，你当作这是什么所在？喂，恁这歹人，真正是无血无目屎，无知识兼无卫生，敢叫我秀莲做这么粗重的工作，无好困，无好食，搁甲拍甲受伤，拢免我面子哦！人咧做，天咧看，恁做啥天公伯拢知影，恁会受天谴，吹死来了！小妹对你边啊，甲我讲个大声声，害我面子都吓了了。所以哦，今仔日啊，看你一个人伫我头前安尼哭哭行啊，机会难得，唔知是要啊，趁这个机会来报一个鸟车湾的，小甲你教死一下。你讲准煞就准煞。我呀，我看啊，不过说说就好啦。咱哦，大人有大量，哦，有福才有报，哦，放一放。要唔过哦，是用我来讲哦，以后你若看到阮兄妹哦，就要靠礼貌，知无？我知。听起来敢若无诚意哦。我知。安尼毋才差不多。啊，唔紧走，紧走啊！紧走！真欢喜，就我这样欢喜。万里兄，多谢你。你若欢喜哦，我就欢喜啊啦。你足厉害，叫做我阿兄，结果足成的。足成的哦。无影啦，你唔敢嫌啦，真正足成的哦。万里兄，这届你叫做我阿兄，虽然无料到被台湾阿兄的凶手，啊，不过会当先驾驶雌雄，安尼嘛真好。你敢知影？迄个雌雄哦，平常时重视欺凌，欺负老百姓，伊足歹的呢。大家哦，拢足惊伊的。屁话啊！谈到你唔早讲，无要紧，我过来驾驶，我直起来。不要紧啦，这届是安尼就好。啊，不过我阿兄。我跟你讲做你放心啊，我会继续保护你阿兄，去甲凶手抓出来，吼。万里兄，你人实在有够好诶。无啦，你流汗，我甲你拭拭咧。拄则讲，你辛辛苦苦，找我真济，
足足10年，足足找你10年。日头晒甲恁皮我嘛找，落雪落甲骹头我嘛找，虽然千山万水上心地，毋知冲破偌济个。你知影我嫁人了，你就决心出家做和尚。小个生气，我嘛敢若安尼做，只要我都逼家己莫信，嘛敢若安尼做，只要我都毋免一丝夜暗对你牵肠挂肚，我听甲心声就要活袂落去。你敢知影你安尼讲，若是互人听到？人会当作我是一个爱无戏、无情无义的歹查某，人嘛一定认为是我辜负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毋是，苏妹，绝对毋是，你绝对毋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歹查某，是我辜负你，是我毋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无毋对，是你先辜负，是你先对不起我。你为着要准，为着要考武状元，不顾你要来离开，去找秘书学府。你敢知影你一去偌久无转来？你偌久无转来？我有转去啊，啊不过我功夫练好转去了后，都找无你啊。你会找无我？那是因为我想你，我世界流浪去找你。我嘛是世界咧找你啊！你敢知影我找你找到偌艰苦？伫我无依无我、性命当危险的时阵，好佳哉有江宏达救我一命，伊对我稳重如山，佮对我一片真情。我为着要报答伊，所以才嫁予伊。苏妹，我无怪你，我真正袂怪你。你当然袂当怪我，是你对不起我，是你害我，是你逼我行到这个地步。苏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正对不起你。我一世人无法度弥补你，希望后世人会好好补偿你。免等到后世人，我爱你一世人，就希望一世人我是要安怎害你？我要救我的命。是安怎？苏影，敢讲你无爱你救我？我要救你，我一定会救你，就算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嘛一定会救你。阿弥陀佛。多谢苏影。你讲，你的冤仇人到底是谁？谁个好大敢要害你？当兵的皇上。皇上，你是讲当今的皇帝，伊是要害你？为着佛陀舍利子。佛陀舍利子，迄敢毋是五条国宝？无毋对，朝廷为着要运送国宝去台湾国，想袂到经过将军管辖的所在，国宝煞互火刀抢去。互送国宝，本来是朝廷兵部请民间镖局来送，国宝互人抢去，甲将军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即马兵部
把所有责任拢撒伫将军身上，所以皇上下令，将军若找无国宝，就要甲阮抄家灭族。抄家灭族？到时我嘛一定爱死。师兄，请你救我，请你替我甲国宝找到转来好无？师兄，师兄，我求你，你一定爱救我，你一定爱救我啦！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替你甲谢丽拄找他。好，你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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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啦！多谢大师的相助。将军，也毋过，即马要找回谢丽子，可能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将军放心，自细汉师兄上听我，伊若答应我的代志，一定做到到。师兄，对无？你放心，我讲会到做会到。多谢师兄。你啊，我叫你去甲师傅传一寡物件，你母甲这两回，搁甲即马才转来。启禀大将军，我拄着何天心，伊无死，伊竟然无死。敢有这款的代志？大将军，唔知是安怎的，何天心啊，突然间变到武功这厉害，小汉毋是伊的对手。你这无路用的路财，小看代志拢办袂好势，搁找理由来骗我，你真正是找死！望眼想孤芳小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我听好。大将军，唔知是安怎的，何天心啊，突然间变到武功这厉害，小汉毋是伊的对手。你这无路用的路财，小看代志拢办袂好势，搁找理由来骗我，你真正是找死！有你下罪，超夫人搁互小夏一摆机会，小夏一定会将我赎罪。若搁有后摆，我绝对爱你的高命。多谢夫人。静坐，上重要是要向内关照，关照内心，则心无看难。心若正，自然就心生智慧；心若无正，自然是坐立难安，心生困扰。也毋过，人的心肝本来就是偏的啊，偏到倒边，哪有可能会正啦？你这皮咧上啊！娘娘讲话你应出应进，搁再讲，你也毋是人啊！你讲啥？我讲你毋是人，是神，顺从你大将军。好啦，拜托你专心静坐，对娘娘效应。你较专心会好无啦？好，切对。讲到静坐，我同样是比你较悬。一摆啊，免娘娘开始，我才要甲你教死啊！我无是要甲你冤家，你心后生无好过，请你一绝请教娘娘，吼。娘娘，你是妈祖呢，闻声救苦，遐尼济拜酒的百姓，你拢甲救啊！
啊，啥你哪袂救秀莲啦？遐个百姓嘛是人，秀莲嘛是人啊。因果循环，自有定数。该受的业若受尽，自然会脱离苦海。那照你安尼讲，遐个把酒的百姓中毒嘛是因本来就爱受的业，啊，你是安要甲救？只要是人，就无法度避免死亡。肉酒百姓中毒，因中的是剧毒，毒性侵入体内的时阵，因是生不如死。因顶世人所做的因，已经现现啊，嘛受尽啊。我闻声救苦，互因阁有一摆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假使因若是重生了后，会阁较珍惜因家己的性命，将后半世人贡献到人世间。那安尼，人间是毋是阁较温暖？是无毋对啦，啊秀莲嘛有甲你求呢，而且伊阁是三跪九叩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你嘛闻声，啊你嘛应该要救苦啊！你看伊即马叫血气安尼折磨，遮尔可怜无人会当甲救。娘娘，你是妈祖呢，你用你的法力，这个可怜的查某囡仔就会当得救啊呢。顺风呢？我知影你想要救秀莲，是因为你自卑心。也毋过恁敢袂记，当初咱在下凡掠净火灵王的时阵，观世音菩萨是安怎甲咱交代？伫了凡间这世，是爱一直互人以慈悲度化众生。也讲，当初为什么我要以身试图？这碗毋是解药。啊？啊，为什么？这是遐中毒的人啉的毒药。娘娘，恁讲的是毒药安尼来啉落的？我甲遐中毒的人赞美的时阵，感觉这药的毒性真奇怪，所以我想要试看卖，了解这个毒性伫体内行法，我毋才有法度正确甲解药解出来。娘娘，也毋过是咧，也毋过啥啦？你袂记得哦？娘娘是神呢，啊，这种凡间的毒药，哪有可能甲伤害啦？对无？无问题啦。我就是希望，咱以凡人的心去体会凡人的苦。伫咱咧体会的时阵，百姓应该有感受到，怀温、报温、温上上，饮水思源，源不绝。对啦，顺风诶，就亲像前河冷王啊，迄法律也无娘娘好啊。是啊，咱两三摆叫拍甲时间落去，迄就是娘娘要以德报怨，无用法律甲修好，嘛无破坏伊千年的修行，是个，伊就乖乖倒去天庭啊，袂个学袂来啊。娘娘，我讲安尼对。前座真正是会当开智慧，真够，一定要讲我冲动。我会当讲出这个话，实在太配我家己的，千万唔通甲学了。我代要去正殿哦，甲我身上拜一下。我知啦，要不过娘娘啊，一定爱以凡人的心去体会凡人的苦。咱伫这个人世间，爱以朴利处，翠万千障碍，运福德报，见人间净土。我有去看秀莲，我相信伊会用更较坚强的意志去面对伊后半世人的人生。用凡人的心体会凡人的苦，这句话讲得太伟大，龙诶，好，恭喜！咱真正对着主人啊啦，好，咱们好好修行哦，真对不起娘娘，娘娘感恩。安怎啦？娘娘的话你是体会袂到呀？无你静坐，我甲你度化一下。免啦，我无法讲啦。感谢娘娘对我的度化。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业，
秀莲姑娘有伊的爷爱渡，我即摆就像娘娘共款，有来去度化伊的爷。当然，好对。找秀莲啊！吼，娘娘都讲煞，你随便犯错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去救伊啦，我会真正喺伫伊边啊，甲鼓励、甲关心，互伊搁较坚强。厝长诶，厝长诶，你用反人的心体会反人的苦，我嘛应该爱体会怪婴的苦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佛祖来保庇，使我好食面。感谢佛祖来保庇，使我好食面。感恩，感恩。一摆去食，去食。吼，昨昏才食8个馒头尔，有够枵。好食。孙兄，只要你以后愿意留伫咧遮，我一定逐工哦煮上好食的素菜互你食。是啊是啊，大师若找到舍利子以后，一定落来我遮辅助我，帮助我调兵遣将。有时嘛会当陪你的师妹谈天说说话啊。孙兄，敢讲你无咧甲我关心吗？无，我就是真关心你，所以需要一个问题想要甲你请教。今仔甲你过招的时阵，发现你招招弄毒，敢若毋是名门正派的功夫，而且你的内功非常的不正，是魔法邪道之术。莫非你捌练过西角朱子国的乌教魔法？无毋对，我已经练成乌教的魔法。莫怪，乌教魔法会将你的本性改变，而且乌教的魔法会将你引入魔道。师妹，你一定要紧摕出来，你一定要紧摕出来。师妹，乌教魔法会改变一个人原本善良的个性。孙兄，你毋免替我烦恼。将军，你嘛毋免替我烦恼。若是真讲的人使用魔法，会当增加伊的智慧。啊，毋过若是无知懵懂的人，就会走火入魔。所以魔法是正也是邪，毋是一般人会敢讲就会当论定。无毋对，无毋对，正邪之间哪有遐尼简单就会当两分呢？以后无论我做啥物，以后无论我做啥物，我都是正道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都是正道啦！是啊。自卑自叹，我咧歹命人，爸母本来真疼痛，自卑自叹，我歹命人。爸母本来真疼痛。秀莲啊，有好听无？真好听。我真正是有够厉害呢！这首歌吼，我虽然敢若编头前2句啊，不过吼，我一定有真深真深的感情咯。一个有为的少年家，受到环境的折磨，不过伊永远无认输的心情。我想啊，这条歌后边吼，准有人甲编完全啊，一定会足出名的啦！青哥，你甲米芳认准啊？小等一下，小等一下。小等一下。
是伊啦，一直在唱歌，哦，哇，唱到有够歹听，还佫唔走，所以我无办法啦，为着咱的幸福，所以我就小困一下。你哪当安尼做？你免惊啦，你困一下吼，伊等下腰就家己醒起来啊啦。哎呦，你有搁受伤啊？你真忝吼，你休困一下啦。我来就好啊，好，我来。免啦，你哪搁来啊？我关心你啊！想到迄个无人性的雪气个大将军，逐工啊你家己折磨，我心肝足疼的，我会不甘啊！我袂要紧啊，我过会堪的。你敢知影？我有望求妈祖娘娘，伊教我念法语，除灭一切邪恶念，心怀善心为正道，天地无私为有报，菩萨总护善心人。好一个菩萨总护善心人，你甲阮公主拢是善心人，你敢知影？阮公主吼，用所有办法死去咧找你阿爹呢，希望今仔下日就找回来，换你转去啊！亲王兄，请你替我甲林公主说多谢。会啦，会啦。亲王兄，你紧走，啊若无互因看到就真危险啊！危险？我唔惊因啊！你莫互我烦恼好无？原来你咧烦恼我，秀莲，你完全无顾家己的性命，敢若顾虑着我。这份情，我一世人拢袂当放袂记的。好好好，你莫烦恼，我来等，吼，你较委屈的，免啥，我来等，吼，我会过来看你。唔免啥，唔免啥，我先来去，你委屈，吼。哪里去？大将军府衙，你唔知是我讲来就来，讲去就去，你当作这是什么所在？你真好大胆，敢骂我甲大将军可恶无人性。无唔对，你拄则就是安尼讲的对啊？对啊，因为恁本来就是这种人啊。秀莲，你免烦恼，吼，你徛恁遮休困一下，看安那假死。喂，恁这歹人，真正是无肺无目屎，无知识兼无卫生，敢叫我秀莲做这么粗重的工课，无好困，无好食，搁甲拍甲受伤，拢免我面子哦。人咧做，天咧看，恁做啥天公伯拢知影，恁会受天谴。吹死来了！阿弥陀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将军得了恁厝，请了恁，对你这么亲，想袂到普天之下，也有人会当化解我的幽冥烈火种。段正师傅，好厉害呀！不敢不敢。你叫做段正师傅哦，功夫袂歹呢。林庄哦，食饭我食，好，我先来去。秀莲，有爱无？我甲你讲，我功夫袂歹，根本无咧惊因啦。因无输我嘛袂个赢，算白手啦，白手。你较委屈，我还过来看等。沙琪，今仔日看在段正师傅的面子上，暂时留下这个小囝一命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将军，这位姑娘到底是犯着什么罪？你要安尼甲折磨咧？这并无啥物啊，本来伊就是大将军府的罗在仪。老财嘛是人啊，伫佛祖面前众生点点，
朱兄，这若要怪，就爱怪因阿爹。因阿爹哦，是后山国宝的大苗头。因若无甲国宝哦放无去，我嘛袂有遮尔济麻烦啊。啊，因阿爹人伫倒位？失踪啊！啊，毋过我怀疑夏丽珠搁伫伊的手头。既然恁家已经委托我走找佛道舍利子，敢免互我甲秀莲姑娘单独讲几句话？好，该练。安尼咱先来去。师傅，多谢你救清风兄。出家人自卑为怀，秀莲姑娘，恁阿爹到底伫倒位？我唔知影，我敢若知影伊有歹人斩断一只手，伊即摆人伫倒位，我真正唔知影。你敢还阁有另外亲人？阿红，我阁有一个小弟叫做阿红。你叫做秀莲，啊，你有一个小弟叫做阿红。莲红，啊，阁减一支手骨。莲红，唔甘的，莲是伊的查某囝，啊，红是伊后生，敢会遮拄好？天上圣庙，马上娘娘，我求你保庇阮阿爹，会当平安回来，只要阮一家伙仔会当团圆，以后我会努力布施，帮助所有痛苦的人。阿弥陀佛，你下好愿做好事，秀莲姑娘，你嘛一定会转好运。多谢师父的祝福，只要阮阿爹会当平安回来，以后我会变做安怎？我拢不要紧。确实使人钦佩，你实在是一个真有孝的囡仔。真特别的香味呢，我毋捌闻过遮尔清香的香味哦。这是我用磨出来米奶家己做的香。厉害！你我都用米奶磨出遮尔好的香，确实厉害。因为阮阿爹。伊毋但晓武功，阁真晓做香，我拢是甲伊学的。秀莲姑娘，你是毋是能送我一支香？你看，拢照你的吩咐，烧鸡、烧鸭归食，来，紧食。烧鸡。小啊，嘿，对，好。哦，你叫我去分烧鸡烧鸭，是要互你的后生查某囝食的，是无？好，吃。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带伊转去甲秀莲？阿红，互因一家伙仔团圆呢。阮来夏丽珠已经到场，想袂到妈祖显现，将夏丽珠抢走。妈祖显现，哈，敢会连天啊无要做我？这夏丽珠最后嘛是落伫我手头。你看，等害了了啊啦，国宝交唔着人伊啊啦。国宝害我，阿公诶！哎呀，袂用诶，你毋是伊对手啦！阿公诶！妈祖启示录，无为任何代价，无为任何回报去付出的爱心，就会当得到更较真、更较善、更较水的境界。自然要采大汤盐。
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永远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。